做銷售最令客人中意嘅6種狀態，第一種狀態，眼係有光嘅，心係有火。好多銷售介紹產品嘅時候係放光嘅，佢對自己對產品有足夠嘅自信，佢嘅心係有火嘅，佢對每一個客人都好熱情。大家要注意呢一點，佢係對所有客人都好熱情，唔係淨係對住自己目標嘅客人先熱情。第二個嘅話呢，就係真誠啦，佢敢於承認自己嘅產品或者服務係有缺陷嘅，呢個質素呢係非常之難能可貴嘅。好多銷售面對客人對自己或者產品質疑嘅時候，會好奮力、好極力咁去解釋，而唔係大膽去承認。第三點，換位思考，佢會將自己當成客人嘅角度去諗，個客人究竟需要啲乜嘢。當你具備呢個能力嘅時候，你會俾到一種感覺，個客，你知唔知係咩嘢啊？就係自己人啦，你會企喺佢嘅角度、佢嘅立場去考慮佢嘅問題。喺呢個時候，客人嘅安全感係非常非常之高啦。第四就係貼地啦，好多銷售以為自己滿口好專業嘅術語，就係一個好專業嘅銷售，係咪？其實最專業嘅銷售係要令到個客聽得明白，就算你用咩言語、用咩詞彙都好，客人聽得明白嘅專業，咁先係叫做專業。第五就係情緒特別穩定啦，佢唔會因為個客對於嗰個產品或者服務嘅態度一個轉變，而去影響到自己自身嘅情緒，因為你發現一個情緒特別穩定嘅銷售，佢俾到客人嘅感覺係特別踏實嘅，唔會理呢個係成交前定係成交後嘅問題。除咗能夠可以表現到更多自信之外，俾到更多安全感客人。最後一個就係呢個銷售有冇具備一個成長嘅思維，有冇不斷去學習，不斷去為自己提升。因為你嘅學習同提升對於客人嚟講係你對佢嘅服務不斷去升級，所以冇人會唔中意潛力股嘅。呢6點你佔咗幾多點啊？想唔想成為等客人主動追隨你嘅銷售啊？我將呢啲特質細化咗一份 Top Sales 客戶信任感自檢清單，每日開工之前睇一睇，調整好狀態再出發啦。想要嘅留言信任，我將呢份心法直接 send 俾你。